为着要拼净零排放的目标，伫咧台北北投的一个客运站，就国内头一套电动大客车智慧充电系统，除了环保，可以当替客运业者省20%的经营成本。工研院未来嘛打算，希望这套系统会当应用伫物流车，也是计程车的车队，加速转型。 加充电设备踩车就当开始充电，驾驶者行入去厝内看荧幕就咱知影讲电充到偌济，免进入以前爱先报备结果启动，也免点伫咧车边啊哪等哪看。它会有控制总量，避免它过热。所以说它现在自动充电的时候，我们不用人在那边看，怕说它那个总量超过。 那这是最大的优点，我们等于是完全可以节省人工。这种咱国内首创的电动大客车智慧充电服务系统，结合大数据分析加人工智慧技术，达成全自动化加全时段充电，伫咧营运成本、人力资源，一个电池寿命减一部分，会当有效互客运业者节省20%的营运成本。 并且延长电动车电池的寿命20%。不管是购置成本，或者是建置这些充电桩的成本啊，相对都是比较高的。不过在油耗成本跟所谓的维护的成本、维修的成本相对是比较低一点的。除了应用伫咧客运业者，以后会当用伫咧电动物流车加电动计程车这种电动车队。 再加上充电的管理，会当大幅度缩低车队业者想要转型做电动化的电停期，尤其是非均流充电更加是关键。那非均流充电就是根据每一台车不同的电量状况来进行不同的充电。那这里面还包含到充电的时候它的时间啊，其实是跟电池很有关系的。整下客运业者的动态班表，也有场站的资料，和充电排程更加有效率。 客运业者讲，以后将会继续去充电站，不过伫咧买土地，一个台电的用电量，也有真侪问题要解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